我哋都喺度努力追上生活節奏，但10個人當中有9個都未能每日攝取足夠嘅膳食纖維。係時候為你嘅腸道補充所需嘅纖維，等紐崔萊高效益腸纖維粉幫你填補每日嘅纖維缺口。當中嘅植物配方結合咗木薯根同金合歡植物纖維，原材料源自紐崔萊嘅合作農場，能夠促進消化、維持排便規律、滋養健康嘅腸道微生態，或有助穩定血糖。只需一條就可以提供極佳嘅膳食纖維來源，為你提供超過25%嘅每日膳食纖維建議攝取量。其中所含嘅水溶性纖維相等於11條香蕉或者接近5杯西蘭花嘅纖維量。無論係喺屋企定出街，呢款方便嘅便攜裝可以輕鬆喺液體入面溶解，而且清澈唔結塊，性質溫和，呵護腸道，唔容易引起偶發性脹氣。紐崔萊高效益腸纖維粉集齊一系列優點，你絕對會一試愛上。用專為你生活節奏而設嘅膳食纖維，守護你嘅腸道健康。